屏東滿州有3個民眾因為要辦活動，先去探稻草，煞佇咧山路河頭旁頂，2個人死亡，1個人受傷，傷者得救。不過因為這個天氣太過歹哦，另外2個人的這個遺體會佇明仔早起才交直升機吊掛落山。透早還佫佇咧落雨，搜救人員行佇咧濕谷骨的山路，要甲受傷的人送去指揮站。15透早5點外，這位縣長的女患者總算送到恆春旅遊病院。伊身軀頂和虎頭幫頂30幾空，各單位6點佫出發去找另外2位失聯的男性。因為傷患病情嚴重啊，所以要趕快拉出來。拉出來救治啊！有3個高雄某一個登山甲山南救助協會的人，因為16要辦教育活動，提早佇12對屏東滿州的蘭林區去出風谷甲出風皮探路。消防13接到失聯通報，14個接到這個縣長的女子打電話，講因和虎頭幫攻擊，另外2個已經無喘氣心跳。我如果說確定是土崩，我們就瞄準大體的方向，然後。修一條路，對，輕裝走過去就好。如果是虎頭蜂的話就不行。虎頭蜂的話，你們就盡量天氣太嚴。OK， 因為它攻擊範圍差不多1000公里。特殊大隊對中性女子提供的資料，先知影這個縣長的查某人佇咧倒位，結果繼續找這個姓顏的查某人，因為這搭定定有人互蜂攻擊，搜救人員也早掠蜂紗保護家己。10點15分接觸一名男性明顯死亡。12時52分發現另一名男性明顯死亡，於15時19分帶至吊掛點。空軍直升機也來到3工，特殊人員佇咧下晝1點進前分別找到2個人的屍體。因過因為天氣歹，搜救人員先撤到安全的所在。16早起則再申請直升機吊掛。另外，因為因3個人12無申請，就入去生態保護區，空管處會依照國家公園法罰個人或者是因所屬的單位。記者綜合報道。